康雲晨曦自從12月中登咗南華7隻蛋之後，就一直沉落去。上場聯賽只係小勝屯門普高1球。今仗面對謝菲聯，雖然憑基奧雲尼遠射得手，喺17分鐘打開紀錄，不過轉個頭呢，就俾確爽門前無人看管之下攀平。閃電追和嘅謝菲聯得勢不饒人，張雨琪喺4分鐘之後成晨曦嘅後防失誤突破越位，笠過出人嘅陳嘉琪射成2-1。半場佢哋亦都以呢個比數領先。換邊之後，晨曦佔盡優勢，陳耀倫、基奧雲尼同埋羅志坤都先後埋門，可惜都係無功而還。其中羅志坤嘅呢一腳就俾對手嘅門將黃毅撲出。踢到65分鐘，晨曦終於揾到追平嘅機會，賓曹喺門前接應朱兆基喺右路傳中掃入，為球隊追成2-2平手，搶翻1分。和波之後，晨曦繼續排喺聯賽榜嘅第7位，而謝菲聯嘅位置亦都冇變，排第9。世界體育中心記者易家峰報道。